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3月10号，我们要分享的是良好沟通化解误会。何为沟通化解误会？我们要来读约书亚记20到22章。先来读今天的金句。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上主与我们同在，你们并没有背叛他，因此你们救了以色列人，使他们不致受上主的惩罚。约书亚记22章31节。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焦点会放在第22章。有一位牧师，他移民美国之后，他自己开拓了一间教会，并且牧会了15年的时间。教会会友也增至到100人左右。他每天的信仰生活极为丰盛。有一天呢，全教会要一起外出野外礼拜。牧师17岁的儿子开车到加油站加油，他得到了一个免费的打火机，就把它放到他的口袋。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大伙准备 BBQ 烤肉。这时候负责人这个执事就忘了带打火机，所以他就询问众人：你们有没有谁带打火机？这时候牧师的儿子便将口袋刚刚得到的礼物来拿给他，这样就顺利把火点着，开始烤肉。整个聚会也都很顺利，很欢乐的结束。但是当天晚上，那位借打火机的执事对妻子说：我们要为牧师儿子祷告啊。妻子问他：为什么呢？执事回答说：你看，他有打火机，我想就知道他一定有抽烟了。隔天，这个执事向另外一个执事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牧师的儿子想戒烟戒不掉了，现在还在抽，请你替他祷告啊，为他祷告。这样的谣言就一传十，十传百。1个月之后，会有开始流传着：你们知道吗？牧师他的儿子抽大麻嘞！哇，这样的一个误会，这样的谣言一直传结果因为这件事，教会就召开好像类似我们的会员和会这样来好像在审问牧师的儿子。牧师的儿子就说明原委啊，没有抽啊，这个打火机是我加油得到的礼物啊，却没有人相信他。这时候牧师的儿子一气之下就开车出去了，上了高速公路，结果呢发生事故，离开了人世。这个牧师也因为这样受到打击，就不再牧会了。然而大家对这件事各持己见，最后这间教会也解散了，因为误会造成了遗憾的悲剧。我们来看以色列之族，他们联合一起打了7年的战争，成功的征服了迦南地，并且平均分配土地给各支族。作为先锋部队的吕便、迦得和马拿西半支族，他们回到了约旦河东边，他们早先所分配的土地。这2个支族半的人在约旦河东边筑起了一座祭坛。这时候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就听说他们筑了一座高坛，
所以这时候就妄下结论，他们就好像刚才故事就一直传啊，他们足坛的目的好像要离弃上帝，要拜偶像啊。结果河西的这些以色列人就聚集起来说：好，这样哦，我们带着兵丁去攻打他们。他们真的是不敬畏上帝，去拜偶像，这个不可以。所以就要攻打的时候，他们说：不然我们派代表派小组去了解。所以就派了菲尼哈和10个军队首领去质问河东的以色列人，因为误会差一点出兵自相残杀。从今日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在什么情况容易产生误会？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误解对方呢？从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可能在没有清楚了解对方的意图，就自行判断、妄下结论，这个就很容易。我想他就是这样，所以就会造成误会，甚至造成悲剧。第二方面，我们看我们无法理解对方的想法，有这样的差异的时候，河西的以色列人以为河东的人足坛要拜偶像，就是这样，他们要拜偶像。但是他们真正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在河东他们在河西那为了要敬拜上帝，不要让下一代离弃上帝，所以设立这个祭坛，就是为了要让后代子孙能够敬拜上帝，不远离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误会他们还好能够沟通对话，化解误会，还有他们没有先攻打住在河东之族的同胞。约书亚要百姓先安静下来，并且来，我们就派个调查小组先去了解原因。后来原来才知道，他们希望借着足坛提醒自己还有子孙务必要敬拜上帝，因为跟这些河西的以色列人有一段距离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祭坛来纪念河西的这些同族弟兄们。虽然彼此有误会，但最后因为沟通而把误会解开，避免造成大错。当误会解开时，彼此的关系更加稳固。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当调查小组回去报告的时候，以色列人民都很满意，并且赞美上帝。他们不再提起要去攻打吕遍人、迦得人这些的支族的同胞，破坏他们居住的土地的。吕遍人和迦得人就说，这座祭坛向我们大家做见证，证明上主是上帝，因此他们就叫这座坛为证坛，见证的坛。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有良好的沟通模式。教会是谁？教会是我们呢？除了群体之外，我们人跟人之间可能也有一些的误会。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有好的对话沟通，促进群体间的和睦，才能够享受在群体里面合一的喜乐。我们来默想看到以色列人透过真实坦白的沟通对话，化解了群体之间的误会，对你我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守属于你的教会，不要让教会里出现一些误解、纷争，甚至造成冲突。求主帮助我们在群体中有更多的真实温暖的对话沟通，
化解彼此间的误会，能够建立和睦美好的关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